咁啊，除咗長期嘅幫助，眼罩都係解決一啲你日常生活遇到嘅問題嘅，例如睇嘢鬆一矇，會唔會其實唔係淨係老花咧？係咁流眼水，可能其實都係種眼乾症。隻眼無論點滴眼藥水都仲係敏感，呢啲我哋眼罩都幫到你嘅。咁我哋點幫到你咧？就係靠做熱瑜伽啦，靠一個負壓同埋加熱嘅方式去鬆咗啲組織，咁啊令到隻眼嘅血液循環好咗，釋放咗啲壓力。咁另外喺眼淚水方面嘅幫助就係我哋會改善翻個油脂分泌啦。其實眼淚水係3層嘅，第一層係黏膜，第二層係一個淚水，第三層就係一個油脂。好多時候你細個滴眼藥水即係解決眼嘅不適，係因為都係要多啲淚水去沖走啲污糟嘢。但係年紀越大嘅時候，淚水層其實嘅損耗比較少，反而係油脂層咧會慢慢越嚟越薄，令到淚水好容易蒸發。呢個過程就令到你好容易覺得眼乾、眼澀、冤或者痛添。咁我哋嘅眼罩其實就針對板黏線入邊嘅分泌問題嘅，喺眼簾中間咧就有一啲叫板黏線，去專門生產油脂去厚化我哋個淚膜嘅油脂層嘅。好多時候年紀越嚟越大，啲油脂就積咗入邊，冇辦法擠到出嚟，令到淚膜比較容易破裂嘅。咁我哋嘅眼罩靠加熱嘅方式溶咗板黏線入邊嘅油脂啦，用負壓即係吸出嚟，令到呢個淚膜重新鞏固翻，冇咁容易蒸發，從根源上解決你個淚水容易蒸發眼乾嘅問題嘅。咁我哋其實根據我哋嘅數據顯示啦，有啲朋友其實佢都比較 marginal，接近嚴重眼乾嘅，戴完之後都可以將淚水分泌去翻正常水平，只需要2個禮拜，每晚戴15分鐘就可以令到淚水有明顯嘅改善，然後持續令到淚膜破裂時間增長嘅。除咗呢一方面咧，其實我哋嘅眼罩仲可以幫你回復青春。每個禮拜戴一次，你會見到視神經已經係有所改善，不斷去令到越嚟越快有回復青春嘅狀況嘅。呢一方面，除咗我哋嘅眼罩，除咗係有呢啲科技上嘅支持，亦都攞過好多嘅獎項嘅，包括我哋2022年嘅時候攞到呢個 James Dyson 香港區嘅冠軍啦，2024年攞到呢個日內瓦銀獎。同年，我哋亦都喺 Annexus 攞大中華區嘅總冠軍，同埋全球頭16強嘅殊榮。此外，我哋都有去唔同嘅展覽，去將我哋嘅技術帶到全世界嘅。我記得嘅就係得咁多。